惠仕律師行今年非常之榮幸，能夠蟬聯傑出上市公司卓越合作夥伴大獎。呢份殊榮咧，唔單止係業界對我哋團隊專業實力嘅肯定，更加係一份鼓勵。過去呢一年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充滿機遇。除咗一如既往嘅商業法律同訴訟領域深耕，我哋都處理咗更多關於上市公司合規、企業管治以及涉及聯交所同證監會嘅監管案件。我哋嘅團隊咧亦都提供專業法律培訓，協助企業高管同董事會去應對上市規則、證監法以及相關風險管理，確保營運嘅穩健。同時咧，我哋亦都開拓跨境上市業務，協助本港嘅企業咧去到美國納斯達克、紐約證券交易所等等嘅國際市場上市，擔任關鍵嘅香港法律顧問角色，成功為我哋嘅客戶連通國際資本。惠仕律師行成功嘅核心，在於我哋始終秉承想客戶所想、急客戶所需嘅服務宗旨。喺現今複雜多變嘅法律環境之下，客戶需要嘅唔單止係一份法律意見，更加係一個全方位嘅解決方案。我哋嘅優勢在於將民事、商事、刑事訴訟嘅多元實踐經驗轉化為具備前瞻性嘅商業決策指標，幫我哋嘅客戶精準規避風險，創造價值。而我哋對合規同企業管治嘅嚴謹態度，亦都係贏得眾多上市公司信賴、建立核心競爭力嘅關鍵。展望未來，惠仕律師行會致力喺兩大亮點佈局，進一步提升我哋嘅業務價值。首先呢，就係構建全球服務網絡，我哋已經成功連結中國內地、美國、英國、德國同新加坡等重要市場嘅法律專業網絡，為企業咧走出去海外發展提供無縫全方位嘅法律支持。其次咧，我哋正積極引入法律科技嘅工具，利用科技去優化服務嘅效率同埋流程。我哋深信將法律專業結合科技應用將會轉化為強大嘅行業優勢，為我哋嘅客戶同合作夥伴創造更高嘅價值。